后来乡亲啊，这个诈骗的手法一直咧翻新，最近有不少的民众拢收到来自卫福部诈骗的简讯，骗讲会当领防疫补助，但是只要网络点入去，就会进入诈骗的网站。有一个网友讲，伊看这个诈骗集团的行为实在看袂做理，所以伊就直接害入去这个假网站，甲受骗民众的资讯拢甲抬掉。 保住3000个人的个人的资料，这嘛算做好心啦。啊，刑事局嘛特别教民众要安怎看出诈骗的网站。最近，不少民众收到假造卫福部团送领防疫补贴的诈骗简讯来投稿资购银行的口座，若无查证，有可能变做受害者。但是补贴，那有些可能真的有些心态是说，那我一定要争取补贴的人，他就会点进去，然后想要去了解。没有跟我讲，我本来以为就是我不知道这是诈骗。 对，但是我应该回去会跟我家人讲。看到愈来愈侪诈骗集团，就有网友伫社群平台分享家己写定时卡本，入去钓鱼网站，甲受骗民众的资讯抬掉，救3000多人，敢有可能？诈骗集团他们本身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想是诈骗，所以他们不会想到做治安的部分，所以他们是用最简易的方式在做这个网站，有很多甚至就是一页式的网站，前后台的区分就没那么明显，所以。 本身要骇入的难度，绝对比起你要真的骇入一间企业来的容易很多。刑事局统计，敢若今年1到8月，已经有43件手机诈骗，财务损失超过新台币240万。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类似诈骗简讯，先确定网址敢是.gov.tw， 若毋是，就莫去点，而且通报165，避免哄骗。对他们来讲，就是需求够，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去做。 当有一天大家都不再点这些网址的时候，不再受骗上的时候，他们发现怎么做都没有用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些简讯就会消失，但他们也会有下一套。因为全台湾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加上诈骗集团的手法一直在进步，好民众目睭要是要闭好紧，保持警戒心。毕竟天下敢无这么好康的代志。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 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